么贵？资深委员对不对？这项支持就是上大的动力。立委罗淑宝一透早树头乡登记选总调，但有点清新上混乱。你现在有掌握到还有谁会可能？不知道我看媒体就是会不会傅昆萁不知道我跟党中央也核对过这样的讯息，他跟我打包票。绝对没有规划人选。立法院国民党团举行3场的改选，国民党党团总调的战争准备开始。那样也准备提案推动不在籍投票正式立法。这些100多个国家，大家都采取不在籍投票，但是只有台湾抱残守缺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认为应该要有所改变。我们在2月1号。新开始的会期当中，不在籍投票就会成为台湾民众党优先法案。选伫更一个时间，呼吁改革宣布，进前核电厂演绎。那北党团也回应讲，那政策爱合立法院龙头民众党传出分裂投票，议长要停游锡坤，嘛互准立委韩国瑜伫面册顶悬来发文章，那引用民众党团所提出的4项国会改革诉求，佮讲要共同合作修法，再做完善的国会。看完了，我觉得韩国瑜市长当选了立法委员以后，那积极的针对我们国会改革的诉求来提出回应，表示支持，表示肯定。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国会一个正向运作非常好的范例。国会两头的战争，民众党关键背色，敢会当甲拿赢斗3天？因为活动无讲什么，说袂输什么拢讲啊。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